对，因为这个酒哈要包它不会漏啊，它不会漏啊。打开烧窑的火炉，映入眼帘的是比人还要高的酿酒陶瓮。这还热热的啊！刚烧好的酒瓮还热热的，就好像刚出炉的点心一样，又亮动人。但要看到成果，过程可得小心再小心。出错的话都没。对的，这全部要做手习惯就好了啦。刚刚没有经验，就有曾给在新进员工就曾打破过啊。阿亮啊，我1、2、3。哦，1、2、3。难过，慢慢的喂，慢一下。穿着红色背心，仔细盯着工人一举一动的，就是铜锣窑的老板张世浩。要烧呢，3天烧1窑，1个月差不多10窑而已。很少嘛，这样子。嗯，对。千万呢，要请投入养活自己。一天只能做出10个大酒瓮，耗时又费力。偏偏大陆低价陶抢市场，让铜锣窑的经营一度陷入危机。像我们这种工厂，台湾没有几家了。你有做的原因什么？成本太高。我的成本高，请不到工人了，还有成本高，现在怎么到大陆去做了？那你怎么还要继续做嘞？我们就是接我父亲维持传统啊。父亲的事业不能断，张世浩有这样的意念，但是要继续烧窑却找不到工人。张世浩和想放弃的念头拔河，辛苦点滴只能往肚子里吞。会在怀疑说那么大，可不可以做啊？我也有在考虑啊。后来就在一开始做的时候，获损率也很强，后来才给我研发成功。研发多久？研发差不多1年。还好努力没白费，现在张世浩工厂里的大酒瓮变成了自家招牌，还被台湾烟酒公司指定使用。小小的工厂摆满客人下订的陶瓷，每一个张世浩都是用心制作。因为这些陶瓷都投射了张世浩的童年回忆。那就把它菜放进里面去嘛，哈，用脚要进去里面踩吧，进去里面踩，做的那个酸菜很好吃，因为用这个酱缸做的酸菜一定很好吃。一瓮瓮的腌菜是客家人美食精髓，新鲜芥菜层层铺盐，再经过人力搅采出水，放入陶瓮发酵入味，腌制完成的福菜、酸菜。都是客庄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要角，而张世浩的陶瓮就这样酝酿出代代传承的客家风味。腌菜酸甜的滋味是对母亲的记忆，温热又亮的酒瓮是对父亲的承诺。张世浩的窑烧有浓浓的亲情，有着我深深的感动时刻。